Terima kasih saya ucapkan kepada Tuan Sri Majlis Imbang juga Yaro Lembau beli yang dai mereka sekali Yaro dukung rumah ya terima salam reformasi salam selamatkan Malaysia salam bersih choi chào nghe công bộ嘅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我哋等咗56年，剩翻11日啫，剩翻11日就有好事大事㗎啦，就係我哋去響呢個揾食卡路嘅政府，國陣政府好快就去做反對黨，所以再多11日，讓我們把賴習東來才變成國陣第一個反對黨領袖，最後一個首相，好不好？睇數我同你講，5月5換政府，人民冇痛苦。點解冇痛苦你知冇？我同你講，牙金寶你知道啦，最多人喺新加坡嗰度打工啊，紅波跳飛機好多係咪？我同你講，明年過年換咗政府，全部翻揸車翻嚟嘅吉隆坡又好。又開又好，我呢個咪唔知係咪阿丹都19鬼嘅，有支靚啲俾我攞個劉德華唱歌嗰支出嚟。如果唔係攞啲爭灰尾嘅都得，冇攞咁樣嘅揾食卡路嘅咪出嚟，講一句停兩句咁樣邊度得嘅？一陣大佬流點樣好啊？有冇啊？有啊！呢張呢支應該係周杰倫唱歌嘅。咁樣好啲，嗰個 battery 唔夠我測下。我同大家講，如果換咗政府，你哋都好射掉。明年過年翻嚟全部翻監保嘅，我叫張福仔同埋許醫生，個個人送一張 CD 俾你。一擠車一開隻，就出現裝雪中的歌聲，唱咩歌俾你聽？沙那沙北。上杯就一杯，不用錢，不用錢。你喺星身度喺木身，全部唔使俾你。我睇到而家做翻屋企瞓覺都流口水。第一日冇收錢，我就車我托落多晒嗰度，我滿啊，特登去行一圈啊，俾佢劏咗30幾年啊，而家終於有得出啖翻氣啊！而家做乜換政府仲等死咩？係咪？第二個好消息，領事咧你發達啦！我同你講，你係咪喺屋企湊仔嘅？你老公嘅出糧俾你冇？冇嘛，我湊仔仲會俾佢鬧啊！有時係咪？有嘅唔聽話就可以鬧嘅，唔使驚。換咗政府，明年出糧俾你，1個月家庭主婦，我哋俾你50蚊，1年600蚊，好似 EBF 咁樣公積金咁樣，家庭主婦公積金俾你，俾到幾時？俾到有一日得閒愛去怡保軒街嗰度啦，靚唔靚啊？爽唔爽啊？愛唔愛啊？愛嘅話就要改變，同我見。第三個好消息嘛！哇，金寶好多新村噶嘛，蚊地啊、溫又好啊，椰撚新村又好啊，馬黏紐又好。18支火箭俾我走，你冇輸一支啊！呢個腳車撞翻8支啲嘢冇俾佢輸啊！你哋冇睇到有醫生有律師就唔記得腳車佬啊！我哋都可以做坑渠都開噶嘛，係咪？呢條友仔贏咗之後，下個月我叫佢翻嚟新村，全部送俾大家，永久地契冇過期嘅俾大家。你知道50年有樓唔想做唔嚟嘅，我哋1個月做俾你睇，愛唔愛啊？第4個好消息，頭先咯，嗱你睇家庭主婦又爽咯，啲笑到見牙唔見眼就1年600蚊，10年6000喎，到我一日去兼街最數攞幾10千喎，政府咁好嘅，冇相干啲，仲有一個着數俾你，明年過年。
你哋個個登記攞嚟，攞針杯仔幫你登記，開咗戶口，時間一到，許醫生金寶中選做我哋馬來西亞嘅衞生部長，金寶就有部長啦，唔係咩？唔整喺度做醫生做部長啦，冇理由要啲蠢材做部長噶嘛，係咪？個姚宗來邊度識得咩醫生啊？佢就屙尿就得啦。係咪？廖宗嚟邊度識得做部長？揾啲專科嘅人才做醫生，唔可以蠢材，唔可以廢材。咁樣國家淨有希望，子女淨有前途，係咪？嗱，你揾呢個，我哋俾大家60歲以上嘅 uncle 話，我仲未講你都笑咯。哇！你呢個頭髮好似冇着 ICI 嘅都會白色都變黑色，我同你講。uncle 真嘅。明年過年你攞登記年，我寫你嘅名，我簽咗個名，唔使排隊嘅，唔使好似去攞500蚊係咪？仲可以聽佢講好多耶穌，坐住嗰度講3個鐘攞500蚊，幾委屈啊！唔使嘅，好似檳城咁樣，時間到，真杯仔過嚟你又攞你嘅 ATM 攞去銀行嗰度，1000蚊就出嚟啦！哇！銀啲又攞1000，你老公又攞1000，兩公婆攞2000蚊。一句選舉5年到1萬蚊，我搞笑啊！1萬蚊攞去中國嗰度啊，去廣東啊，去睇黃飛鴻翻嚟，係咪？仲有錢剩翻，仲可以有錢捐俾行動黨做大選基金咧。你好簡單去選啦，佢500蚊就可以1萬蚊自己選啦，係咪？哇！你講唔得喎，我哋金寶人都支持，好多人支持志亮哥嘅。我同你講，阿志亮同我係老友嚟嘅，我去國會成日同佢飲茶嘅。嗱，我同你講，呢排就係選人嘅，呢排我哋係選黨，因為我哋去睇黨嘅政策。女志亮就算係好人，但係佢入錯黨，佢入錯黨。你而家係選黨，你選呢個人，佢係代表火箭，你選火箭係選嗰個火箭後邊嗰個政策。你選好人，改入錯黨，改唔到國家嘅前途，改唔到我哋子孫嘅未來。所以為咗子孫下一代，為了子孫下一代，改變不能再等待。姐姐妹妹站起來，改朝換代一起來！你選佢好人就啫嘛。嗱，你睇佢入到呢個黨，邊個總會長？馬華本來有一個總會長，但是現在沒有總會長，有一個總會獎。總會獎的名字叫做蔡CD。你冇講 CD 啊，我都有 CD 嘅，但係我 CD 有着褲嘅，仲有着埋底褲嘅，你睇唔到嘅。馬華總會長嘅 CD 咧係冇着褲嘅。如果你視運唔好啊，仲會睇到下邊嗰條胡椒。呢個就係馬華總會長。所以講嗱，仲未打就唐人區全部俾巫統。如果佢自己嘅區都可以俾巫統，你哋子孫嘅權益，你講會唔會出賣我哋俾埋巫統？所以如果呢個總會長自己的意識都保不住，即使面對巫統都可以讓步。自己的意識都可以讓步，碰到華社的權益，你說他會唔會讓步？你自己用腦諗就知啦，係咪？全部唐人區俾馬來人打晒，咁樣嘅馬華點樣代表唐人啊？佢講佢代表唐人嗎？你睇仲未打，關丹又割咯，係咪？汪沙媽就又鬆咯，睇到林家祥鄭靈山有個靈字又鬆咯，係咪？仲未打都全部鬆晒咯，咁啊剩翻乜嘢？底褲一條咯。係咪？所以而家我話批咩候選人出嚟，我同你講，你聽到都笑死人。呢幾日你睇 Facebook 嗰個傻仔，而家我哋選舉國家大事、主孫未來，佢擠一個候選人出嚟，去打部激變燈，叫咩名咩袁俊任，一請上台，saya malam ini tak ada ceramah， saya hari nyanyi 3 lagu saja。你諗住而家係變燈 REM 選舉啊？又諗住而家係夜總會選紅牌阿姑啊！我哋諗住怡寶酒吧選歌手啊！而家係選國家大事選國會議員啊！佢派一個出嚟係咪？係一出嚟，記者問佢：為什麼要選你？你要選我，因為我17歲的時候是東海岸歌王。傀儡
interview 啊，高會議員做咩工會都唔知道啊！你係時頭，你會請咁樣嘅伙計冇啊？佢嚟咩？你自己去 interview 做咩工會都唔知道啊！轉咁樣出嚟係咪？佢喺度仲諗住政治圈係娛樂圈嚟㗎喎，係咪？我哋叫佢嚟 interview， 佢嚟錯地方，上錯車，咪叫佢落車咯，係咪？你有冇睇到嗰個 MV 啊？哇！佢喺上台唱歌，來我們一起唱 Love is in the air， 愛與希望，咁樣做一個 pose 咁樣。我睇到福建人講睇到別當啊，但係你睇到爽啦，係咪？呢個就係而家嘅麻華娛樂公會啊！你睇到幾多歡笑俾我哋知冇啊？另外一個更加犀利，巫統派個部長出嚟，叫咩名？拉扎浪子。哦，華文名字叫拉扎爛子，佢出嚟對立安華嘅女努醫生，係咪打個廣告大大選我啦，選我啦！選民問佢點解選我？你選我係部長，我幫你做我會幫你membagi longgang di Batu 13 menaik taraf sistem pemerintahan Batu 14。我哋而家選個議員啊，佢仲諗住而家係選市議員啊，又嚟錯地方啦！你睇佢個議員做咩工會你都唔知道嘅，個議員咧就係選立法議員。在國會通過對人民好嘅法律，唔公平嘅地方係甩佢，好似許醫生咁樣嘅嚟，佢而家就放下手術刀，攞去辦到佢冇攞啦，都我講㗎，我講笑。你睇監保呢排我同你講啊，56年嚟火箭派出嚟嘅呢排最叻嘅、最犀利嘅。第一，你睇成個德州咁多醫生，全國淨有42個醫生可以攞個手術刀你開你嘅心臟嘅，德州一個啫，就係而家我哋派出嚟嘅許大醫生，幫你開心，你選佢就開心如果你真係下次有病同我講，我幫你出一聲，佢扣50%先俾你。醫生你下次冇同我計數啊！我問你食我咁得閒啊？佢坐住大白沙嗰度定揾食，一個月賺100幾千，搞到你參加反對黨啊，博拉啊，博食街飯啊？唔係咩？我哋做反對黨得到乜嘢喎？坐監就有份啦，食咖喱飯就有啦，光棍100日打堅打，唔係咩？你睇林國祥，如果我哋去做官啊，林國祥而家行動黨有29個國會議員。貓話剩翻15個國會議員都可以攞到4個部長。如果行動黨可以做官啊，林家祥72歲咁辛苦咩？坐低同拉屎都一齊傾一傾啦，最少攞8個部長。倪可敏最少都係乜水嘅部長啦，係咪？點解我哋唔可以入國陣？因為行動黨係有立場、有尊嚴、有原則嘅政黨。我們不要跟國政狼狽為奸，這就是行動黨。所以我哋咁辛苦參加反對黨幾十年，我都差唔多20年啦。你冇睇我咁後生咯，好快啊！天王巨星周潤發都俾到豬肉發啦，20年咯，咁樣行落，晚當到3點，底褲都濕埋，翻到屋企3點6點起身。我翻到屋企，我老婆仔問我：你係我老豆咩？仔都冇時間見，為咗乜鬼啊？你睇林家祥72歲咯，係咪？如果自私啲，咪喺屋企湊孫咯。點解咁辛苦喎？怡保東區佢去打一定贏嘅，佢都放棄咯。但係佢打危險區，為咗邊個？為誰辛苦為誰忙？你睇《光明日報》寫得最好嘅。林志祥為了我們的孩子和下一代，犧牲自己成全我們。如果林家祥有咁樣嘅精神，72歲嗰日仲嚟金武咁樣風塵仆仆，一日行700公里，你行啦，腳毛都甩埋啊！人哋咁辛苦，你仲拍手，你係咪人嚟㗎，大哥？講笑啊！一陣去飲茶。你諗一諗，為咗乜嘢？我話講行動黨去做官，一做
勞工，我哋叫乜話你吹起一邊啦！我而家29個國會議員，101個州議員，我哋入去全部做官，點解我哋唔開？有原則，有立場，唔係好似啊砌屎啲咁樣，日日就撞翻，但係要下低沙窿你下底，乜都得嘅。誒，這就是不一樣。所以你選政府，而家我哋係選政府，唔係選人情，你知冇？你可以同李志良講，阿良哥飲茶得，投票唔得。第二熱親，由呢排同佢講真嘅唔得，平時得，因為冇得選擇，冇問題。而家你哋講如果李志良輸咗，我哋冇副部長，你安啦，安心啦。我派呢個醫生出嚟就特登做衞生部長嘅。你講乜嘢？有人才就得噶嘛！馬來西亞愛進步，一定要人才從政。你睇，我醫生我問佢，之前我同你講，你攞手術刀，你救人嘛？係咪？你開一刀救一個，開兩刀救兩個，你鬥到幾時啊？而家馬來西亞病咗咯，國家病到咁凄涼，可以講係第3期啊！第3期咩癌症啊？癌症第3期，你醫生仲喺坐住嗰度吹冷氣，你救人救咗幾多？你應該行出嚟救個，好似中國國父孫中山咁樣。所以佢同意佢行出嚟啦，其他仲未行出嚟啫。我同你講，我講咩你唔記得，冇相干咯，一句話你一定記得。這一次你不站出來，以後你永遠會站不出來。你冇自私自己諗自己啫嘛，同你講。多10年20年國家破產，你嘅仔問你，老豆啊，求緊人可唔可以叫你改變喎？你笑下由頭俾你知道啊！你點樣對得住我啊？你冇諗住冇會破產啊？而家國陣俾呢個敗家仔首相做首相，佢22歲做部長到而家，食米唔知米價，食菜唔知菜價。佢做咗部長就係做首相，咩工都冇做過㗎，二世祖嚟㗎。佢識得分錢啫，因為分嘅係我哋大家嘅錢，都唔係佢嘅錢。佢阿撈姐嚟派，你哋又爽，俾你500蚊你又爽，係咪？俾你500蚊，俾你一粒糖，咁樣呃埋嚟成間廠咯，你又信？